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謎講下錶。今日有個供應商有批浪琴錶特價清貨，要錢唔要貨。嘉南系列嘅男裝全鋼36mm 石英機芯，因為嘉南咧曾經係最薄嘅石英錶，係啦，有白面有黑面，原價11,300，依家特價5,500。另外亦都有33mm 石英全鋼羅馬字面貝殼面，原價10,300，依家特價5,000蚊。貝殼面呢隻原價14,200，一減再減6,800，係低過一半嘅。咁亦都有細隻嘅29mm 羅馬字貝殼面，羅馬字原價10,300，依家特價5,000。貝殼面14,200，一減再減6,800。亦都有全包金嘅36mm 石英機芯12,500，特價6,000。咁呢隻咧係自動嘅超薄自動兩針全鋼，有白面有藍面，原價15,000，一減再減7,200。亦都有女裝18K 金鋼18K 金圈帶格石英機芯貝殼錶面29mm，原價係37,200，一減再減17,900。一款係全自動3針日曆名將系列39mm，有白面同埋黑面，原價18,600，一減再減9,000，兩隻都係一樣價錢嘅。咁亦都有金鋼嘅星期日曆18K 金圈全自動星期日曆，原價係28,200，一減再減13,600。亦都有女裝嘅29mm 全鋼全自動3針日曆，原價17,600，一減再減8,500。亦都有一隻女裝29mm 全自動18K 金圈鑽石字日曆，原價係28,700，依係13,800，全部都係低過一半價錢嘅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就嚟尖東行優錶行睇睇，多謝大家。